2025年 FDA 10大對身體最有害食物出爐，第10位竟然係蛋糕。蛋糕入邊有非常之高糖、非常之高澱粉。咁基本上咧，呢啲白麵粉咧入邊嘅營養素都係好低嘅。第9位就係呢個雪糕。咁咧唔好講低質素嘅雪糕，入邊咧基本上咧都係用添加劑做出嚟嘅。就算高質素嘅雪糕咧，佢入邊都有好多奶類嘅製品，都係同過敏有關。另外當然唔可以缺少，又係非常之高糖。第8就甜甜圈，最重要咧都係非常之高熱量、高糖嘅食物嘅。第7位爆米花，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係用非常多嘅奧米加6嘅種子油嚟整出嚟嘅。咁呢個種子油都會係同身體發炎有關嘅。第6你完全估唔到嘅就係你餐與餐線之間成日我哋充飢嘅餅乾，佢都係好高糖分、非常之高澱粉嘅。第5位漢堡肉，咁其實漢堡係咩做出嚟咧？但係我哋嘅肉類分好多等級嘅，最高級咧就嗰啲靚牛肉啦 ，A 級嘅牛肉啦，最低等嘅就係可能係 F 級。咁 F 級最大嘅問題係咩咧？佢係高劣質嘅肉，咁佢搞爛咗之後咧，佢就用好多添加劑啊、加味道啊、加色素啊，慢慢咧做出嚟俾大家食嘅，所以係一個好劣質嘅肉類嚟嘅。咁第4位又係高溫煮食啦，加油炸啦，再加上係高澱粉，應該俗稱係咩咧？就係一個非常之對身體唔好嘅真空熱量。咁第3位就加工肉，都係一啲劣質嘅肉啦。第2位都係大家經常食嘅白麵包，由於佢係用麵粉做嘅，咁呢個麵粉咧，佢嘅營養素已經因為佢處理嘅過程冇晒嘅。第1位竟然係大家經常食嘅薯片，薯片咧就好大問題嘅。第一，好多時係油炸啦；第二，呢個油炸係用奧米加6啦，又係身體發炎啦，同埋最重要佢都係一個好對身體唔好嘅真空熱量嚟嘅。所以大家除咗減肥角度之外，為咗健康嘅角度，都係盡量少食呢啲食物啦。